Hello， 歡迎收看不會寫的閩南語漢字，我是小張。有人說這兩個詞在閩南語裡面要讀作歹星，有這個道理嗎？正字到底安怎寫？這集看完你就知。一開始，咱來看台灣教育部安怎寫。歹星寫這兩字，這字歹一看就知影是倒音字，這個寫法根本就無道理，所以講咱就不需要討論啊。再來，有一位自稱專家的人說，歹星都愛寫這兩字，但是意思不對嘛？怎麼說呢？寫這個字就代表一定有事件發生，要不然事後藥是講假的嗎？沒有發生事情，何必吃藥呢？所以單純表達先後，寫事先不妥當，字面上的意思不對了，根本就不需要討論。那到底要寫哪個字呢？小張建議寫這個字，在說文解字裡面寫準呀。準在就是標準的港語練詞，將土在聲，在公文內底有記錄兩個聲調，會使讀作第二調，嘛會使讀作第三調。要有什麼聲調也未討論到，我們來看漢典怎麼記錄。在南灣這個字愛讀作上聲，也就是第二調甲第六調；在鎮江這個字愛讀作第一調；在漳州廈門甲江埔攏愛讀作第七調。所以這個字的聲調會使讀作第一調、第二調、第三調甲第七調。在台灣，咱攏甲讀作第七調，讀作在。講完聲調，咱即馬就來講聲母。在廈門有記錄甲真清楚，的、之、次，這三個聲母會使互換。小張，這個現象甲你迄張表敢有同款？當然一樣啊。我們現在來看小張這一張表，這三個聲母都攏寫佇同一排，的、之、次攏寫佇遮，這就叫做真金不怕火煉啊。說完聲調，講完聲母，小張，你到底要講啥？小張只要講一個重點，也就是這個字在廈門有記錄，可以讀作台，第七調的台。這個字可以讀作台又如何？我們現在來看這個詞怎麼讀。台，第七調的台變調了後，就要讀作第三調。第三調對應的也就是霸的聲調，霸星、歹星，這個詞就要讀作歹星。這個歹星安怎用法？在國語內底，若是講講清楚在先；在閩南語內底，就愛講歹星講清楚，愛倒裝。過來，在國語內底，若是講我離開在先；在閩南語內底，就愛講我歹星離開。過來，在國語內底，若是講我走在先；在閩南語內底，就愛講我走歹星。歹星就是寫作安尼，就是這個用法。今日我就講到這，感謝你的收看，歡迎批評甲指教，謝謝，拜拜。